天生听众牛杂，现在是前甲之声空中播告节目时间。今仔日我是要来甲咱各位来讲解六祖坛经。今仔日我是要来甲咱各位来讲解六祖坛经。六祖坛经在前面甲咱各位所讲解呢，已经解说甲正文第26页，解说甲正文第26页，对头算倒来解说甲第13节，对头算倒来解说甲第13节，这是解说甲月欲独相内心之乱。即马就是爱说来解说下面，下面就是月欲理想，心即不乱，本性自静自定，只为见境思境即乱。若见思境心不乱者，即真定也。现伫实，月理想即禅，内不乱即定。月禅内定是为禅定。菩萨戒经言：我本性源自清净。现伫实，以念念中自见本性清净，自修自行，自成佛道。即马就是继续来解说这个道理。这就是咧解说禅定，这是造禅品分来第二大段。在第二大段内底啊，就是在说明坐禅的意义。在前面，慧能大师讲，啥物叫做讲做坐禅嘛？在外面对一切的善恶境界，心念不起呢，名叫做讲坐。在内面呢，会当好以智慧来观照，自性不动，这名叫做讲做禅。就是在说明坐禅。那禅定又是啥物呢？讲外面呐，会当好来理想，这就是禅。内心不乱呢，名叫做讲定啦。假若对外着想，安尼内心呢，自然就乱起来。这是咱前面所讲的。所以说来则讲，月欲理想，心即不乱啦。自性本性自静自定。月欲理想，就是讲对外假若若是当远离着外面的这个种种的差别相，安尼心呢就袂乱。咱所面对的外面的境界，可以讲有三种。一种就是可意境，一种是不可意境，一种就是非可意、非不可意境。什么叫做讲做可意境呢？可意境就是讲，这个境界是顺着咱的心，就是讲这个境界，互咱看到，或者是互咱听到，互咱接触到。咱的心会先去欢喜啊！这款的境界呢，就名叫做讲做可意境。面对着这个可意境呢，心就会先去贪爱。有一种就是非可意境，也名叫做讲做不可意境。这个非可意境或者是不可意境呢，就是讲这个境界，咱看到、听到、接触到，咱呢。心意无合，无合着咱的心意。
就是讲咱呢所无爱。所以对于迄个咱所无爱迄个境界呢，心啊就先去讨厌，先去这种厌恶啊，这就是非可以境。有一种名叫做非可以、非不可以境，就是讲这个境界，互你接触到，内心也袂引起你欢喜，也袂引起你讨厌，袂引起你受气。这名叫做非可以、非不可以境。但咱每一个所接触的可以境，或者是讲非可以境真济。换一句话讲，就是讲外面的境界，无论是目睭看的、耳孔听的，或者是咱鼻孔所闻的，咱的喙齿所谈的，咱的身躯皮肤所接触的，其中呢，若毋是，互咱感觉讲啊，这真好，使咱先去贪着；要若无呢，就是互咱感觉讲啊，这真讨厌，使咱呢先去厌恶，先去烦恼。咱众生呢，就是在这个可以境，或者是讲非可以境这个所在，袂当互远离。就是讲你接触到迄个境呢，就会去分别迄个境。在分别迄个境迄个所在，当然啦，内心就乱啦。甲恁讲对外，你会当远离着外面的境界，所以叫做远离。在前面已经讲过，并毋是讲你离开迄个境界。这个远离的意思，就是讲你心呢无去甲分别，心呢无去甲执着。这名叫做讲远离啦。你心无去甲执着，安尼呢，心啊就袂乱，自自然然呢，心啊就袂散乱。讲本性呢，自静自定。讲在迄个心无散乱迄个所在，你的本性啊，自然就是清净，自然呢就是不动。这个定就是讲不动的意思。本来咱的心就是清净的，咱的心就是泰然不动的，因为咱眼睛闭塞心的五根，接触到色声香味触的五尘境界，在咱所接触的定境方面，若毋是先去贪爱，就是先去厌恶。那有这个贪爱，有这个厌恶，所以呢，就染污了咱的心，就使咱的心呢动摇了。假如讲外面会当好离开这种种的差别相，心呢自然就袂散乱，本性呢自然就清净啊，自然呢就会当好得到泰然不动。一边讲只为见境思境即乱啦，若见诸境心不乱者是真定也。讲为什么咱心会乱呢？只为就是讲只是因为只是因为看迄个境呢，就会想迄个境，安尼呢心就会乱。假如若是看到诸境，就是讲所有的外面的境界，心若袂乱啦，安尼呢就是真正的禅定。要安怎样看到外面的境心袂乱呢？就是讲你看迄个境你都无去想迄个境。你看迄个境，无去想迄个境，当然心呢就袂乱。心袂乱，这就是真正的禅定。对于这句只为见境思境即乱，这是完全的事实。随便提一个例起来说明呢，就互咱真正容易了解。比如讲，咱走去甲街比如讲台北市啦、高雄市大街所在，咱经过一间真正大间的百货公司，哇，内面的物件呢摆真正济，每一项物件，互咱看了到电呢，拢非常的介意。
介意是介意啊，但是呢，甲看看呢，价钱呢拢相当悬。咱的地底摸摸咧，身躯呢带无偌济钱，而且咱甲想想咧，咱一个月趁偌济钱，咱会当好用在即个所在钱是有限啦。在即个时阵呢，心呢想到迄个景，看到迄个景，想到迄个景，心就乱啦。安怎样乱法呢？相信啊，咱看到一项物件，咱真介意，咱想要甲伊买。但是在咱买袂起迄个时阵呢，可能呢有几落种的想法。有一种的人若较有自卑感的，就讲哎呀，我实在真无路用，我一个月才趁偌济钱，所以呢，我无才调买即款的物件。迄当阵呢，自己呢就为自己无够迄个能力呢，可能啊会生起一种感伤，也人呢心动的就乱咯。有的人家族若是会晓做一个经济打算，有一个家庭计划人，就是讲好，我为着要买即项物件，所以我对别位的开支呢来甲节省。也到底是要节省倒一项啊？我都伫遐想啦。哦，迄项减开一撮，即项减开一撮。哦，我一个月会当好在即个所在中偌济钱，啊，我几个月都会当好买一项物件。当然啦，心嘛是无用试试啦。那假如讲若是有一款的歪头脑的人呢，是讲我前出去虽然无钱好买，但是总要想办法啦，想办法来趁钱啊，或者想办法来得到钱啊。要安怎得到咧？假如讲若是一个心不正的人，可能自然咧转对迄个歹方面去，讲无来去共骗啊，无来去共抢啊，无来去共偷啊，害啦。假如讲若是想到即个歹所在去啊，这就不但是讲见景思景，心乱如意，而且呢，由此呢就去造业。咱众生的烦恼。就是对这个所在产生，众生的罪业也都是对这个所在产生。我拄则所提，这是一个真正明显的比例。所以咱看到外面的境界，听到外面的音声，接触到外面的这种种的景的时阵，会当好心无去甲伊分别，这就是咱修行功夫的重要的所在。所以在过去呢，我也引起过去三宗大德所讲的这话，或者是讲吉祥事故等等。那其中就是讲铁牛不怕狮子吼，恰似木林看花鸟，但令无心于万物，何妨万物相围绕。这我是过去已经应过去啊。铁牛不怕狮子吼，牛甲迄个狮，当然是狮较凶猛，牛会惊迄个狮，因为狮会食牛啊。但是假如讲即个牛是一只铁做的，吼，毋是实在动物，毋是实在有生命、有肉体的牛，是将牛啊，将迄个铁啊，将迄个铁的物件去甲做的一只牛。迄只牛伫迄个所在，无论偌大只，无论偌细只，迄只狮仔看到迄只牛呢，大声就甲吼啊，大声呢就要甲伊喊。但是呢，迄只铁牛呢，根本呢都毋惊迄只狮伫咧吼，因为是铁的，是种无质的物件。讲恰似木林看花鸟，讲也参像一个插头的人，看花看鸟。咱若是一个普通的人，看到花，哎呀，这个花真水啊，这个花真歹啊。看到鸟讲，哎呀，迄个鸟呢，喊了真好听，迄只鸟喊了无好听，会起分别啦。那将一个查克的人，甲伊放在花园，放在有鸟的所在，伊面对着迄个花，面对着迄个鸟，根本的伊啥物嘛毋知。你若问讲，你这插头人啊，迄个花倒一蕊较水啊，伊袂因你啊。根本伊毋知，
因为伊无迄个心理作用，或者是讲鸟仔咧吼倒一只声较好听咧，根本伊嘛点，伊嘛袂记，因为插头嘛。所以有当时咱对一个人无反应，你甲伊讲话，伊叫点无要应，你讲你是插头是毋是啊？你哪会点？所以这个插头这个物件就是袂反应。为啥袂反应？伊就无迄个心理作用啊，当然是袂反应啊。所以第三句讲：但令无心于万物，何况万物上为业。讲只要你无迄个分别心在万物的所在，换一句话讲，就是讲对世间你所看、所接触的一切的这境界，你拢无迄个分别心伫遐。要哪呢？哪里行世间的这个万物常常甲你围绕呢？就是讲世间所有的这个物件围绕在你的身躯边，这又何妨呢？哪会当好做到安尼呢？就是啊，会当好在五年不日，咱每一个人虽然拢生活在真正复杂的环境中，袂去互复杂的环境所逆着，所以在这个所在，慧能大师啊，真正直截了当甲咱说明讲，只因为啊，咱看到境界，内心呢就会去想迄个境界，对个境界呢先去分别，所以心就乱啦。假如讲你看到迄个境界，你心内当不乱，那这就是实实在在啊，会当好得到迄个禅定。下面讲善知识，外离相即禅，内不乱即定。内禅、外禅、内定，是为禅定啊。这就是对禅定这两字的结束结论。善知识，在这个所在，慧能大师啊，搁再叫大家一声讲善知识啦。讲外面会当好理想，这就是禅啦。也就是讲，咱面对着外面的境界呢，咱拢袂去甲分别，袂去甲执着，这呢就是名叫做禅。内不乱即定，讲在这个内面啊，心呢袂乱，这就是定咯。要安怎样心袂乱呢？就是外面爱理想，外面啊理想，内心自然就不乱。呀，外面有禅，内面有定，这呢就名叫做禅定。当然，在这个所在，外离相即禅，这句啊，也就是有咱禅宗的回光返照意义。外面你要安怎样来去离迄个相呢？你要去离迄个相，就必须爱旋根脱定。安怎叫做旋根脱定呢？这个旋就是讲旋转、回转的意思。本来啊，咱的六根拢是向外面，目睭看外面的境界，耳孔听外面的音声，其他必识心乃至意拢是共款。本来向外物件呢，该回转倒转来，所以呢，这名叫做旋根。旋根呢，就当来脱定。本来咱的根呢是攀缘在定迄个所在，咱即马会当好将这个根给旋转倒转来，就会当脱离迄个定。这咱摕一个真正浅显的比例起来说明，根攀缘定啊，就等于讲咱这个手该伸出去，也手呢去接触到外面的一项物件，咱这个手啊。就是甲外面的一项物件连接做一伙，无离开共款。咱即马过来讲一个更加较具体的，咱看到讲一缕花真水，咱手呢伸去就要甲挽咯。咱即马手伸去，咱的手呢就是甲迄缕花接触，可能咱的手呢袂离开迄缕花，因为你爱迄缕花嘛，迄缕花也袂互你挽着以前啊，你手毋愿放。手呢，一直啦，摕迄个花伫咧。
咱下当来宣经托定，就等于讲自迄个手呢，该求倒转来。你手求倒转，你就放开迄类火咯，你就手无在迄类火迄所在，这就是叫做宣经托定。下当咧宣经托定，正是下当后来外理想。宣经托定进一步就是回光返照，所以在《楞严经》内底，观世音菩萨的语境圆通法门名叫做反文文殊性，这就是这种的宣经托定、回光返照之法。咱用叫做反文文殊性，咱的耳孔本来拢是咧听外面的音声。这呢，就是叫做顺流啦，向外面出去，向外面听到音声，听到好的声音，咱会欢喜；听到有某的声音，咱会生气。比如讲，听到人在甲咱学咯，内心欢喜甲要害；听到一个人伫咧讲咱的歹话，讲咱的是非，伫咧诽谤人，伫骂咱，内心气甲要死。在迄个所在呢，就是人我是非烦恼产生啦。假如讲你听到外面音声，迄个时阵，你莫去甲伊分别讲外面的音声是啥物，是咧讲咱的歹话，是咧讲咱的好话，是咧创啥，莫去分别遐。在迄个时阵呢，提起一段的智慧光明来回光返照，讲到底是啥物人伫咧听外面的音声，去找迄个会听的人，毋是去分别迄个所听的环境。安尼就是一种的宣经托定回光返照。假如讲你会当来回光返照，讲到底是谁伫咧听？那呢外面当然就理想啦。或者是讲咱目睭看到外面的形形色色，看到咱所介意的迄个时阵呢，你莫一直去甲去分别，莫甲分别讲迄个物件真好，迄个物件我要爱。你会当随时提起你的理智来甲回光返照，讲到底谁伫咧看？共款啦，你是回光返照来去找迄个会看外面的景色，迄个毋是去分别外面迄个景色。安尼就是一种回光返照，安尼才会当互来理想。所以这个外面理想即禅这应该呢，就是有迄个禅的回光返照的功夫伫遐。虽然在这个所在，六祖慧能大师只是简单讲月理想即禅，不过呢，就是有这个功夫。这个内不乱即定那你既然会当来回光返照，只有是以你的智慧，时时刻刻伫咧照料你的本性。到底什么人是谁在听，是谁伫咧看？会听会看，迄就是你本性的妙用。亲像林济大师伫咧讲，咱有一个无畏真人，在咱的六根门头放光当地。所以，无论是会听，无论是会看的，拢是咱的本性的妙用。但是，你这个本性的妙用，听了、看了，加以分别的，就变成妄识的作用了。在你听、在你看迄个所在，你莫去分别，那迄完全就是本性的妙用。所以，你在回光返照迄个时阵，会当好来绵绵密密来去照料你的本性。安尼呢，外面有禅，内面为定，这个就是真正的禅定的道理。所以六祖慧能大师伫咧解说坐禅啦，或者是咧解说禅定啦，可能呢，甲咱通常所解说有所不同，但是伊这个解说法，可以讲是真正符合实际，而且咱要来用功修行呢，也真容易着手来去甲用功。所以咱对六祖大师所讲的“月理想即禅，内不乱即定”这两句话，我咱是爱甲伊体会，爱来去甲伊实在去体验，去甲伊修行。最近先听讲，就请咱各位暂停1分钟，我再继续来甲咱各位来讲解六祖大经。